这月光草，我以往倒是听说过，但此草是产于辽东一带的植物，北方有少量的分布，可是南方极少。这个危急时刻，咱们应该去哪儿找这月光草啊？摄蓬十州的事情，皆因小僧而起。小僧愿意去山中寻找那月光草，救回疫病重伤。那我与小师傅一起去吧。小师傅啊，方才那些确实是月光草吗？是的，但是那些都是枯死的月光草。小歪、小呆，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？快看！清远，你在做什么呀？赶快过来采啊！小夏，再去承接药。怎么样？他们服药后怎么样？未见丝毫好转。怎么会这样？瑞王殿下，瑞王殿下，太后病势急转直下，皇上急召瑞王觐见。来，喝点吧。没人喝了。哀家总以为这一日离哀家会很远，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。母后，你多虑了，区区小疾，怎会把母后带走？你就不要哄哀家了。你们每日太后、太后的叫着，还真以为哀家的日子很长呢。母后，你定会好起来的。且你这次好起来之后，定要答应儿臣，不要再管朝事了。儿臣为君是可以的，请母后你放心。哀家明白，哀家参与朝政之事，皇上一直耿耿于怀。若往日哀家对皇上有对不住的地方，还望皇上不要挂在心上。儿臣怎敢记恨母后啊？若哀家真的走了，还望皇上看在立国数十年王家出的功臣的份上，善待皇族的王、许、薛三家。母后，朕从登基以来，一向都是赏罚分明，只要这三家人勤政议事，朕绝对不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于忠臣。公主，你醒了。太后吩咐微臣在此看护公主。你是在此站了一夜吗？嗯。苗大哥，我知道我的病治不好了，在这最后的时刻，你能不能对我再温柔一些？我想我最后离去的时候，能带走一些美好的回忆。公主不要说傻话，公主你要勇敢一点。微臣会在这里一直陪着你。那是什么？
真好看。谁送给你的？是微臣最后离家的时候，在集市上买的。本来想回家送给我的妻子，未曾想苗家满门抄斩。你可否将这玉佩送给我？我想拿着陪葬。公主，你不要乱说，一定会好起来的，定会没事的。你是舍不得吗？我拿着玉镯跟你换，好吗？这玉镯我戴了很多年，将来你拿去送给你的妻子，就当是我送给她，分享她的幸福。我终于拥有了一样你的东西，吩咐他们，我要将这玉佩握在手里，一直握在手里，谁都不许拿走它。我要紧紧地握在手里，暖暖地握在手里。你为何在这？又是来取我性命的吗？你不是在找解瘟疫的药吗？给你。顾青红，你不过是想要我的命，何必用这种卑鄙的手段牵连这么多无辜的人？瘟疫的毒真的不是我下的，这是药引和药方，你拿去吧。我凭什么相信你这道貌岸然的顾相公？你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这真的是药方。我顾青红固然卑鄙无耻，可也不至于罔顾那么多人的性命。无双见过皇上。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无双想到了医治众人的方法。无双幼年时，曾在家中读过一本祖上传下来的医书，上面有治疗割居瘟之方。日久见忘，昨日突然想起，故此凭借残存的记忆就写了下来。既然大家现下越来越严重，那不如就先试一试。你们有无更好的办法？若是没有的话，就按照聂美人的方法去做。
这些日子你辛苦了，这些事情不需要你亲力亲为的，过不必多礼。无双只是尽自己所能。看到你这么尽心，那你有什么要求，朕都会答应。无双确实有2个要求。第一，我希望能够赦免清远。第二，我希望皇上下令救治离国的难民。来，你们2个再去一点。好了。皇上，无双并非放不下离国，只是无论兰国还是离国，百姓都是无辜的。他们既然逃来兰国，那么或许有一日，他们也是兰国的子民。皇上仁爱天下，我相信皇上定是心胸宽广之人。无双，今日你让朕看到你心中的一片净土，朕也深深的被感染了。放手！佛门清净之地，不要胡闹。我怎么敢对聂美人胡闹呢？我不这样抓着你，你会耐心的把我的话听完吗？你干嘛呀？回宫之后，那老妖婆定会答谢你的救命之恩，对你论功封赏。在这里，先提前恭喜你了。你心里就没有爱是吗？在你看来，我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邀功请赏。是，我没有爱。在这宫中，谁懂真正的爱？你以为皇上就有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帝王之家向来是世间最无情的地方，像他，就不会像我这样对待你。没错，至少他不会把我送给别人。我不是为了要讨好太后，也不是为了邀功请赏，我只是不希望那么多百姓流离失所，家破人亡。不论你的目的是什么，我已经决定了，那老妖婆必须死。不可以，我不会允许你这么做的。你这个女人，你别以为本王在乎你就不敢杀你。如今我是皇上的女人，一个未失过君的女人。太后有旨，美人聂氏温良贤淑，临危不乱，顾全大局。现方救治百姓有功，特赐玉锦1枚。谢太后恩典。平身吧。谢太后。你可知哀家为何要赐你1枚玉锦？所谓谨者，谨言慎行也。太后是在教无双在宫中为人处事的道理。怪不得皇上看上你，果真冰雪聪明。
哀家不希望你的功劳变成锋芒，惹上是非。谨遵太后教诲，无双定谨言慎行，绝不恃功自傲，辜负太后的苦心。你明白哀家的苦心就好。夏兰，以后我救太后和公主的事，就不要再提了。在这宫里面，话多命短，这道理可别忘了。其实谁都看得出来，皇上是喜欢姐姐的，但为何就是不让姐姐侍寝呢？就是差了这一步，大家心里都欺负姐姐。你不懂，对于皇上来说，我就是一个掌控军力的妻子。夏兰听不明白。那瑞王呢？奴婢瞧着，瑞王好似很关心姐姐呢，他不会拿你当棋子的。那就当我把他们两个当做棋子。皇上的心思是没人懂的。可是夏兰觉得瑞王是喜欢姐姐的。别胡说，我不会再爱任何人。我入宫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这些风花雪月。再说了，瑞王心里也有放不下的人。皇上驾到！微臣拜见。微臣拜见众太医，不必多礼，请起吧。众太医也起来吧。谢皇上。近日瘟疫之事，让太医署各位太医添了不少辛苦啊。臣有好消息禀奏皇上。这几日，臣等昼夜试验，调整了聂美人所奉上的药方，十分见效。太好了，马上张贴皇榜，公布于民间。太医署准备所有药材放在城门之外，不论是我们兰国子民，还是离国流民，一视同仁。凡染病者，均可取用。皇上仁心，微臣替为瘟疫所苦的百姓谢皇上圣恩。不，应该朕谢大家。方才杜太医也提醒了朕，此次若非聂美人的药方，太后和云乐是不会得救的，所有的灾民百姓也不会这么快有方子。林冕，小的在。传朕口谕，聂美人德善仁心，这次献出药方有功，从即日起，封聂美人为聂昭仪。诺。娘，你叫无双出现，就只是要他把这宝石还我吗？无双进宫，从才女到昭仪，皇兄对无双越来越上心。万一三哥真的宠信了她，女人真烦。不行了，哎呀！哎，听说了吗？东林寺的议政是聂美人用她的祖传秘方，把太后跟云乐公主给治好的。是吗？这么神奇？我听说那个聂美人呀，美得如仙女下凡一样。这么美啊！哎，我还听说那个聂美人是瑞王殿下所救，瑞王救她，然后送给了皇上的。这瑞王呀，打小就爱把最爱的东西送给皇上。公公，聂美人。聂美人也是你们几个能在背后嚼舌根子的。公公，小的听说这聂美人是你跟瑞王殿下从阎王爷手里给救出来的，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吗，公公？消息倒算灵通，没错。说到这儿啊，德顺确实功不可没，是我在江中先发现他的。说来听听，说来听听。那就给你们讲讲，当日那江水寒冷刺骨，你们都晓得我这个人吧，喜欢冬泳。于是我游啊，我定睛一看，你猜我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了什么？发现什么了？一具女尸。女尸？哎，我一看，
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标致的。标致啊！于是呢，我就去瑞王殿下，把她从江水里面给拉出来了。要不然呢，她早就被江水给冲走了。哪里还有现在这么炙手可热的聂美人呢？对，公公说，想怎么死啊？坏了！小的多嘴了。德顺呐，你真的是功不可没。小的不敢，小的不敢，小的只是在他们面前逞口舌之快。小的对殿下的忠心是天地可表，日月可见，沉鱼落雁。你知晓本王这么多秘密，能不忠心吗？小的多嘴了，小的掌嘴。继续掌。是。我告诫你等，以后在瑞王府最好别让本王再听到聂美人的甜言碎语。为了让你们记住，你等4人每人掌嘴100。是。小人杨直拜见聂昭仪。杨公公免礼。恭喜聂昭仪，皇上有旨让小人去少府寺调拨日常一应务事，送至聂昭仪处，望聂昭仪查收。劳烦杨公公回去禀告皇上，说无双谢皇上隆恩。此外，皇上担心翠华宣旨夏兰一人伺候娘娘，唯恐不周，让小人也留下来，听奉于娘娘差遣。皇上国事繁忙，还如此体恤，无双受宠若惊。敢问杨公公，之前身居何职？小人早先是皇上的内侍太监，从4品，受林公公直接调遣。娘娘是皇上心中之人，能够服侍娘娘，是小人前世的福分。日后还请杨公公多多提点。聂昭仪，听林公公说，明福宫差人去御书房，说云妃娘娘今早晨吐得厉害，许是有喜了。皇上听完就赶紧过去了。若云妃怀了皇嗣，皇上定会很高兴。皇上高兴，无双也就高兴了。夏兰还未说完，原来云妃娘娘晨吐是因为近来饮食过于油腻所致，并非喜脉。皇上什么都没说，便回御书房了。夏兰，你跟杨直都听着，从今以后，别的妃嫔的事情，事不关己，就莫要随意打探，免招是非。定听从聂昭仪教诲。李公公到。小的拜见聂昭仪。李公公，是太后有何吩咐吗？云妃娘娘报亚，太后想起聂昭仪字体娟秀，想要请聂昭仪至上元宫接抄佛经。雪珂，今早宫中可有何事发生？回皇后娘娘，皇上给聂昭仪安排了一位叫杨直的公公往翠华轩。他是林公公的人，印象中倒是个办事的。还有呢？还有，哦，今日云妃晨吐，太医署的太医都去了明福宫，听说以为是怀了，结果却空欢喜一场。原来是吃坏了肚子。皇上知晓这个消息后，也没说什么，就离去了。本宫瞧着，自从聂昭仪入宫后，这后宫的妒火都点燃了。除了争宠斗艳，这会儿还要急着怀上龙嗣。就连平日里自命清高的云妃，都按捺不住了。云妃是绵里针，平时深藏不露，自命清高，但谁都看得出，她不喜聂昭仪。她不喜聂昭仪，不仅仅是因为聂昭仪分了皇上的宠爱，更要紧的是聂无双碰了她的死穴，玉嫔
其实大家都说聂昭宜得皇上心，可奴婢不这样认为。皇上还未叫他侍过寝呢。正是没试过寝，业已如此，才叫牵住了皇上的心。雪珂，你知道什么是男女之爱吗？患得患失，魂牵梦绕，两情相悦。难道世间真的有这样的感情存在？瘟疫一事已逾半月，哀家和云乐公主也逃过一劫，但这事不能不了了之。离国难民携带瘟疫逃往我大兰，皇上觉着这事儿是偶然吗？儿臣知晓，离王是特意借此瘟疫，欲灭我大兰。离国是因为谁结怨？皇上应该清楚。妙明湖权力越大，离国对我大兰的怨恨就越深。皇上也就是缺少高阳的点点狠心。人君固然是安定天下的基石，但是只有有野心的君王才能一统天下。通过这场瘟疫，皇上的仁德可是传遍了离兰两国。这个也不是儿臣一人的功劳，也有赖于无双他的家传妙方。是功是过，也只有佛祖才明了。这妙明湖和聂无双是何关系？哀家心中清楚。皇上是想利用聂无双留住妙明湖这个将才，而聂无双却想用咱们大兰的皇权报他的家仇。哀家担心他们会恩将仇报。若有朝一日……不会的，儿臣相信他们二人一定都会忠于大兰。自皇上亲政后，哀家在外人面前从未灭过皇上的威风，倒是皇上三番五次的让哀家好看。儿臣不孝。送往九辽的礼车何故中途被烧？是谁让聂昭仪留在宫中？皇上应该都清楚吧？在后宫中，每个嫔妃都有她存在的价值。哀家也是替皇上考虑，把聂昭仪留在后宫，牵制的不仅是妙明湖一个人，还有瑞王。皇上，难道你看不出瑞王喜欢聂昭仪？为权者要懂得杀与赦的权衡。在东林寺，你没有趁威夺权，哀家心里有数。你永远都要记着，你今日的皇位是谁扶持你的。儿臣谢过母后对儿臣的养育之恩，终生难忘。皇上要栽培自己信任的人才，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但朝中元老对我大兰有功，不可失了这个平衡。凡事莫要操之过急，更不要在与离国邦交未稳时自添内讧。很多事，哀家会叫薛明义替你分担的。儿臣明白。当年先帝在世之时，最大的愿望就是要统一南北。哀家有生之年，必定要为先帝完成这个遗愿。这也是朕的心愿。天下统一，民间才得安居。哀家以为，是时候
去寻找另一块遗失的藏宝图了。加上先帝留给你的那一块，有了地图上的宝藏，我们统一天下也多了一个筹码。只可惜父皇走得太急了，还未来得及告诉儿臣藏宝图的下落。你说什么？先帝未把藏宝图给你？儿臣也只是听闻传言而已，并未见过什么藏宝图。皇上跟先帝一样这么防范哀家，既然哀家是皇上的绊脚石，瘟疫一事还政于皇上是好时机，这样也了了皇上独揽大权的心愿。母后，请别再说气话。莫非皇上当日赶来救哀家，都是假的？半分不假。还是你想救的不只是哀家一人？儿臣让母后疑虑了。好了，你回去吧，哀家头痛，要休息了。儿臣先行告退。聂昭仪，你可知为何哀家一再让你到上元宫抄经吗？请太后指点。你的身世，哀家也不想再追究。人活着，总是要有机会重新再来。但是哀家总觉着你身上带着一种罪孽，也许这个罪孽不是你做的，但是它是因你而生。原先宫中就有这样一个女人，最后她没有好下场。什么？这个呢，是玫瑰酥，是聂昭仪亲手做的。玫瑰酥好吃，比母后做的桂花糕还要好吃。今日呢是子衍你的生辰，你要吃什么，父皇都会给你啊。聂昭仪心灵手巧，做的玫瑰酥不逊于御膳房。皇后娘娘过奖了。既然大皇子喜欢吃，无双以后会常给他做。今日臣妾们都是托了子衍殿下的福气，宫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坐吧。朕听闻玉嫔最近身体好转，故特意请她来参加今日的家宴，也期望能够真正做到一家团聚。是臣妾疏忽了，最近未曾关怀过玉嫔妹妹的身体。本宫听闻宝婕妤自幼习武，
进了宫也未曾荒废，不知能否为子衍的生辰献舞一曲，也算不辜负这美妙的乐曲。既然皇后娘娘抬爱，那臣妾就献丑了。臣妾听闻聂昭仪在入宫之前是一名歌姬，想必舞技定是过人。不如也献舞一曲，让大家助助兴，莫让宝婕妤独领了风骚。淑妃说的是啊。那无双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无双，方才你的舞技果然精湛。无双这个名字选得好，果然是天下无双啊。无双不敢当。三哥，武帝倒觉得未必。聂昭仪的舞蹈虽然特别，但宝婕妤的功底更深厚。他们二人各有千秋，自然是平分秋色。茶都凉了，还不赶紧换？诺，不必了。哪儿还有心思喝茶？脸都快被你丢光了。你入宫1年，从未弑君，争宠争不过他也就算了，你跳个舞也跳不过人家，我要你何用？连个歌姬都比不过。要不是他耍花样，嫔妾定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瑞王殿下不也说了吗？瑞王说再多好话有什么用？皇上看过你一眼吗？你跳得再卖力，也不如人家花一点小心思。嫔妾定当勤加练习，改日再为皇上献舞。下次定不让那聂无双好过。对了，前阵子宫中不是来了个异域郎中吗？你可曾找他瞧过？瞧过了。太医说，治病需找到根源，若是不明原因，也是无从下药。你得的这是什么怪病？哪有人一亲近男子就会全身起红疹？嫔妾2次弑君都不成，这简直是比让人打入冷宫还难受。望皇上还能够再给你机会，不然你就只有一条路。
老死宫中。主子，你别难过，宫中还没弑君的，又岂止你一人，还有那聂无双呢。别拿我和那个贱人比！这么快就认输了？嫔妾不知瑞王殿下在此，失礼了。你太容易中计了，你和聂昭仪就不一样，他铁石心肠，遇到任何打击都无动于衷。他怎可与嫔妾相比？他不过是个无依无靠的歌姬。身份是不相同，但处境却不相上下。同样都是未得皇上宠信的。嫔妾和他不同。皇上无法接近嫔妾，是因为嫔妾得了怪病，碰不得。而他不过是卑贱之人，不可能还是清白之身。皇上自然是不想碰他的。那你得赶快医好自己的病才行，千万别让聂昭仪抢先了一步，让她得到皇上的宠信，那就不好了。嫔妾绝不会输给他。唉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病呢？一靠近男人就会出红疹。来，放开！你是有让男人喜欢的资本。记住了，要让聂昭仪成为这宫中唯一位被宠信的人。瑞王殿下，宝洁瑜，你没出疹子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恭喜宝洁瑜。干嘛躲着我呀？我没心情陪你游戏人间。本王可没有把你当做游戏啊。殿下除了玩弄女人的情绪，还有别的什么大事可以做吗？你定是听到了我和宝洁瑜的对话才生我气的，对吧？无双从来不为不相干的人生气，请殿下不要自作多情。明明都气到七窍生烟了，还说没有，这就是我的目的。你什么目的我不感兴趣，我只知道我的目的是复仇。哎，那不就跟我一样吗？谁跟你一样啊？我劝你啊，若是想要复仇，尽早把皇上或是我拿下，这样才可早日完成你的心愿。多谢殿下提点，不过我也恳请殿下，既然心中放不下这宝石的主人，那么口中就不要到处留情。滥情比无情，还有绝情更无耻。殿下，殿下，德慎从小照顾你，自然晓得殿下心里想些什么。可恕小的直言，殿下为何总说令聂昭仪难过的话？因为我想知道，当他心里难过的时候，我会有多难受。姐姐不要生气。姐姐曾告诉夏兰，那宝石是姐姐儿时遇溺所得。若此物是瑞王放不下的人所有，那定比姐姐和瑞王年长许多。也许是根本不在世的人呢。别再提他了，我不想再理他的事。
可否将这玉佩送给我？我要将这玉佩握在手里，一直握在手里。公主啊，你总盯着这玉佩看，干嘛不去找送玉佩的人呢？多管闲事，你懂什么？奴婢还想着把打听到关于妙统领的事告诉公主呢，看来多此一举了。那奴婢就不打扰公主睹物思人啦。哎，你打探到妙大哥什么？说呀！说呀！奴婢哪敢多管闲事啊？如今长大了哈，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！奴婢说，奴婢说。奴婢替公主打探到，自打从东林寺回宫后，皇上就担心这次瘟疫是离国阴谋，所以要妙统领加派人手守护皇城。宫中用水和进宫的一切食物，从茶叶到香料，都得一一仔细检查。这些琐碎的事，那薛婢做不就成了吗？依奴婢看，皇上是怕有人不服妙统领，特意给他安排的这苦差事。妙统领倒是一句不吭，认真照办，可真受委屈了。你懂什么？兰国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他一雪家仇的地方。听说他的王妻被斩时还身怀6甲，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也未能幸免于难。乖孩子啊，长大以后呀，要像弟弟一样，做一个大英雄，好不好？以后呀，帮娘亲照顾弟弟。爹爹，你回来啦！三儿，夫君，这一日累了吧？快去洗洗，趁早歇息吧。爹爹，我想吃一块玫瑰酥。好，爹爹去给你拿。爹爹去给你拿啊！三儿，玫瑰酥爹给你拿来了，张嘴，张大嘴，来，你吃。哎，爹也吃啊。你娘说，刚刚给我们做好吃的了，来，跟爹过来，来，坐着。三儿，你晓得吗？你要多吃东西，以后你才能长大，长得特别强壮，像爹一样，你才能保护一方的百姓，保家卫国。来，张嘴，你看爹，你就得这样吃，你的身体才会好。要多吃肉食。妙大哥，你要有强壮的身体，才能领导兰国新居。兰国强大，定能替你报灭门之恨。兰国定能再给你一个家。下去吧。公主，
相国府可真是个好地方。本公主刚才巡视了一圈，到处都可以看出主人对这个爱巢花的心血。公主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本公主当初在祝相国报一家之仇的时候，你曾经承诺过我，这相国府会变为驸马府。公主，你太过执着了。可当你偷了我的药方，在东林寺交给你那前相国夫人时，本公主就再不执着。我早就料到你会跟踪我。可是公主，如今我离国久旱失收，难免有家难回，流离失所，南行路上尸横遍野。倘若此时的兰国瘟疫再泛滥的话，那久辽定会借机南侵，到时候难免有家难回，天下大乱。这一切皆因公主你对我由爱生恨而起。事已过谋，绝对不能够袖手旁观，才出此下策。这么说，你救的不是聂无双，不是兰国，是天下呀！好大的伟业呀！微臣自知理亏，正欲面圣辞去相国一职，以谢天下。顾青红，你真以为你这么做，就可以抛下一切，从此你我恩断义绝吗？倘若我这么做还不能够令公主解恨的话，那顾某愿意将我的官服和项上人头都献给公主。这操刀手啊，本公主做不到。我会把这把匕首交给你最心爱的人，让他给你做个了断。而本公主做此事的主斩官足矣。这瘟疫是本公主造成的，我也定会用我的办法来挽回局面。什么办法？一个令你我都解脱的好办法。公主真的要实行这个计划吗？我堂堂一个离国公主，怎会输给区区一个异域歌姬？听说这聂无双至兰宫之后，还从未被宠幸过，怎称得上是倾国之色？瑞王与兰王兄弟情深，萧凤鸣应该不会让聂无双成为他们兄弟二人之间的一根刺。公主大可好好利用这层微妙关系，来报你的夺爱之仇。瑞王，要不是他多管闲事，救那个贱妇于寒江之中，在这世上恐怕早就没有妙芊芊了。看来他二人之间的缘分，还真是割舍不断。缘分，这世上最虚幻莫测的就是缘分。焦桐在兰宫之中，也有一个多年未见的至交，不知是否有再遇上的缘分。奴才参见聂长。林公公，无双担心皇上龙体，特准备了些香茶为皇上解乏。你来了。诺。无双知晓皇上忙于国事，担心皇上龙体，又不知如何为皇上分忧。除了泡盏香茶，也想不到别的事情可以做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
只要待在朕身边就可以了。皇上，看来你的心事比朕还要烦，要不要说来听听？皇上，无双恳请皇上送我出宫。出宫？为何？黎兰两国天子都想得到至尊宝藏地图，就连那日顾青红抄斩我妙家，也是为了这张地图。我想北上为皇上寻之。若皇上能得到此地图，那么统一南北的事情就会更进一步。你是想去找顾青红？不为死，无所惧。那倘若顾青红已把地图献给了高阳呢？不为死，无所惧。高阳同顾青红与你有灭门之家恨，朕非常明白你的心情，但是朕是不会让你出宫的，因为朕曾答应过你，要好好的保护你，好好庇护你的大哥妙明湖。皇上，无双受皇上和瑞王的恩典，才得以偷生。即便皇上将无双当作棋子，无双也不会抱怨。无双只是想在有生之年，能为大兰做些事情，回报皇上和瑞王，请皇上成全。你以为朕会因为你的身世而轻视你吗？朕绝对不会。你以为朕拿你当做留下妙明湖的棋子吗？朕绝对不是。看来你还不是很了解朕，缺的是时间。是以，朕不会让你出宫的。皇上，不要再说了。你只要待在朕的身边，就是对朕最好的报答。对了，关于朕未将无双的美人图屏风放入礼车之事，你从未告知任何人吗？小的对皇上忠心不二，绝对是只字未提啊。也因这事只字未提，是以武帝才会去烧车啊。在这宫中，不愿无双走的不止朕一个。你不该在瑞王那儿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是瑞王出什么事了吗？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
是你救了我吗？瑞王放不下的人就是你吗？你与他到底什么关系？谁？是谁在这儿？又为何有这样神奇的力量？水王，不行，不可以去找他。不能去找他，不能去找他。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。你的宝石，我不会像他那么没出息，死守着你不放。聂无双，在这宫里，我是一个孤儿，是一个弃子。大家都不愿意招惹我，你为什么不能像大家一样？你不要这样，我答应你。若这宝石再出现，我不碰就是了。若你见到我这么不快，那我尽量不出现在你面前就是了。你这么不愿意见到我吗？那我把你连同这块宝石丢回江里，就当做我没救过你。不好了，皇上！何事？快说吧。守卫在官道上面拦下一匹冲出宫门的马车，车上是瑞王，还有聂昭仪。守卫见是瑞王，不敢轻举妄动，示意马上派人来报。啊，是朕忘了给瑞王出宫的令牌，传朕口谕，不得阻二人出宫。诺。你放开我！你要带我去哪儿？我要带你去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，再也不回来。不去！我要回宫。你要回去做什么？宫里还有你放不下的人吗？你放不下你的仇恨，还是你放不下皇上？我没有必要告诉你。我必须要知道。我小凤姐放不下。我们故事再继续。聂无双，你赢了。你跟我走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身份。我不要新的身份，如今挺好，我不想离开。你是在等皇上宠幸你吗？对。
我在等待后宫所有女人都在等待的事情，所以不想走。瑞王就不要操心了。我曾经救起一个人，从江中救起他的那一刻起，我看见他颈上的宝石，便觉得我们之间有某种缘分，奇妙的缘分。他在船上，为了复仇不惜一切，我便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帮助他重生。太后接二连三的想要伤害他，当时我装作无所谓，我却偷偷的守护着他。我放了一把火，烧了前往九辽的礼车。那时我才发现，原来舍不得他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所以我才要在来得及之前，带着他离开。即使那个女人从来没有爱过我，不可以。这个宝石的主人曾告诉我，一旦动情，伤人伤己。你还想要找到那个宝石的主人吗？是，我想找到他，我想让他回来，好好的对你。我就告诉你吧，他已离开，他永远都不会再回到这里了。没有，他没有离开，他还在宫中。昨日夜里，我在上元宫看到他了。你说什么？你一直放不下的那个女人，一直都在宫中。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我真的看到他了。昨日夜里，是这个宝石出现在翠华轩，是他带我去的。他在哪里？他在上元宫哪里？你在哪里看到他的？传皇上口谕，允瑞王和聂昭仪同行。回宫。瑞王殿下，瑞王殿下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有事的话进御书房中，等皇上来了再说。殿下，你看你全身上下都淋湿了。皇上什么时候回来？皇上与大臣们商议完正事后就回御书房。我要在这儿等他。哎，殿下，你就听小的一句吧。殿下。
聂无双，以后未有朕的允许，朕不会再让你离开半步。朕跟自己说过，如若这次你回来，你就是属于朕的；如若你离去，朕就会把你让给风清。瑞王殿下，皇上恐怕今日是回不了御书房了，不如殿下先回府吧。啊！皇上在哪？我有要事找他。皇上如今在翠华轩，聂昭仪金运侍寝。殿下，殿下！皇上不忍吵醒姐姐，一早就往上元宫了。恭喜聂昭仪，皇上一早就吩咐内务府赐下来不少奇珍异品，足可见皇上对娘娘的心思。恭喜聂昭仪！都起来吧。谢昭仪。杨公公，今日翠华轩的人有赏。诺。从今日起，看谁还敢欺负姐姐，将来姐姐给皇上添个龙嗣，更加前途无量。杨直，你带大家去领赏吧。诺。夏兰，昨日瑞王回来后去了哪儿？听林公公说，瑞王一回来就站在御书房等候皇上，后来独自在雨中走了。宫里人唤他，为他打伞，他就跟没听见似的，朝着官道的方向走了整整一夜。启禀皇上，久辽大军一路向南，所向披靡，一路一马平川。倘若并州失守，邺城也就难保了。久辽与黎州二国疆土接壤，征战本是常事，奈何此次黎国却如此被动，被久辽长驱直入1000余里，看来失去庙卫城对黎军的影响不小。不知黎王现下是不是追悔莫及？妙统领，我有一事请教。末将久居南方，当年常闻黎国妙将军抗击久辽的事迹，可为何妙将军才离开不久，黎国的军队就如此不堪一击啊？黎王借顾青红之手铲除我妙家满门，本就因顾忌我妙家拥兵太重。妙家遭难后，黎王怕军中有变，业已将家父和我当年统领的军队分而化之。如今和久辽作战的黎军，已与我妙氏父子在世的黎军不可同日而语。不知我的回答，薛统领还满意吗？皇上，我大兰与久辽相隔数千里之遥，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，我们大可隔岸观火，不必理会。况且我大兰刚刚派礼车前往久辽，意图与久辽交好，如此一来，岂不是前功尽废？倘若久辽攻破了黎国以后，
继续朝晋路南下呢？久辽灭离已是强弩之末，他断不敢再冒险南下犯我大兰。离国难民南移，带来议政一事，太后与云乐公主死里逃生，全是托大兰国运昌兴所致。如今久辽犯离，离国陷险，是自作孽的恶果。皇上仁君，大兰远离，以德报怨。但兰军北伐，已经劳民伤财，有伤元气，请皇上三思。离国未下国书，大兰出兵救援，这样会不会有一点出师无名？此事瑞王怎么看？回皇上，瑞王昨夜冒雨外出，沾上风寒，身体不适，未能上朝。此事，朕想听听瑞王的意见，再做定夺。退朝吧。退朝。给瑞王请安。看来瑞王这颗多情种子，这回是情场失意了。我就不信，瑞王会为了那个聂无双伤心。唉，若未曾深爱，伤痛何来啊？这妖孽真可恶！无双，你可看清楚，这个宝石的主人就在上元宫。